后生人归家乡耕种，大家看到的大体系规划的部分，其实假是对产业唔係幾了解，也無人無資源來聽數，望天操作的上。唔過也許多後生嘅向歸家鄉，佢有決心，也有會好回報。台中市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吳建峰以土農學院嘅帶來嘅畢業白路歸路卡同阿爸嘅事業接下來，冇想到個好自由嘅體驗來嘅，睇到被代表一站嘅過後，也有嘅無窮樣嘅想法。為什麼想愛歸家鄉推動食農教育？也下有兩個後生嘅來接白，有機農業一條路，亦能落實地做下韓國長久。農場地度嘅石頭路做唔得黑，露台無機圈，無限人囤搶出一型種落去有冇？阿哥無機人，即係一早早分類好勢，個朋友本色並備餐。千寶好啊！哎，千寶好啊！這個千寶會有小雙。我係小雙。好。兩兄弟屯農場接跑來過後，阿爸無見望，陸續推廣有機農業嘅。阿爸看到兩兄弟睇無閒嘅，能會來聽數一下。無無嘅有機農場，本單睇阿公嘅台係種咁嘅嘢，無見望陸係唔想去殺肉嘅。民國82年，陸屯歸山呢嘅咁嘅樹，陸多係長長，各種各世界的長菜。可能有幾多人會問我講，唔知咪實在堅持研究，其實咁咪真簡單啦。你係本身上愛嘅生活方式，咱本身上愛嘅生活方式，過程中間有遇到乜嘅困難，有遇到咁嘅問題，總會想辦法去克服啊，時間嘛真趕嘛，按照經濟上面的時間我爸爸那代他就已經對農藥的怎麼去噴灑，其實他已經根本就是不在乎了，某個生活硬去下藥的啦。所以其實這樣子自然而然到我們這一代的話，我們其實連農藥怎麼噴，我們都不是很清楚啦。無無嘅農場有一甲人安法，清好嘅條件係，伊能拄好喺一隻細山坳當中，附近田區位嘅農藥都唔會跑過去。74年次嘅機訓喺中正大學沙峰內畢業，雖然韓細路感覺阿爸嘅有機農場做啊唔會難，唔過伊無想愛按做歸家鄉，本單想講有成就嘅退休嘅能多轉去。畢業之後也有去旅行社工作過，因為我的專長是日文，對，然後就是也有去很多地方工作過啦，然後後來就是決定就嚟冇做些嘅時候，我都有同我爸爸堅總我講啊，我盡了量，絕對不會造成家裡的負擔，這樣子啊。想愛歸家鄉係免改之內能家庭嘅，唔係像老輩嘅頭路唔好，只係感覺生活太冇變化嘅。有睇少講，太以2歲嘅阿哥幾人13年做啊按辛苦，到假日大學農業內嘅阿哥，只係做路規劃好嘅農場生活嘅。比如講，農場地度有一條350年嘅老番蒜樹，既然係有機環境，又會等相對嘅高，草嘅是唔得比山下太高，做阿哥嘅如果囤蔬草，盡做有限無落。在讀書的時候有一種想法，覺得這種生活不錯啊，可能看爸爸媽媽生活不錯，好像其實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讀書畢業之後找工作，可能又覺得這種的工作其實比較沒有壓力。我認真做我們就有收穫這樣子。細漢時聽手啦，都講聽手啦，幫忙啦，所以其實你不用去思考說你要幹嘛，就爸爸說要幹嘛你就幹嘛就對了。可是現在不一樣啊，你現在的話也算是一個恭敬給小老闆啦。按小老闆的話，你就是變成就是說你要去處理很多事情，像出貨，然後客訴嘛。雖然是說在做規律的事情，可是每天發生的事情都不一樣。做阿爸嘅伴兩兄弟去治理農場，阿哥又伴老太去巧妙規劃。唔過其實對計劃生產都接單，最裡面出貨貨送到貨，兩兄弟還係愛強下無限。太陽呢同天氣使盡不加同嘅睇樹啊，同嘢啲事情嘛當到啫嘛，就嚟緊咪幾日姊妹，所以講做到乜嘅都慢慢表現做慢慢學習啊，這是幹乜椒哦？
就进个2。这也是10度，还10度，干嘛酒，还橘子酒。刚刚那是梨子，还刚刚是梨子，现在是干嘛？除了有机农场提供你嘅体体同过后，木匠们每提台三线顺后可以组装同董事出山轨道嘅梨叶、柑咩同毛叶拿来做酒，韩国特别的是组装上述嘅传统老法来做客家米酒。嗱，至於講客家嘅風俗、客家嘅生法、客家嘅養生，裝嘢嚟嘅大學絕對離不開呢個米酒。但是人所講嘅米酒，同一般講嘅米酒無講，係是純米嘅米酒。唔免講像之前狀元公賣口嘅，其實講用呢個使用酒精，來做米酒無講。所以客家人尤其是按東西呢方面太不卡，對呢方面是非常嘅堅持是。木匠們對有機農場做起事，個可以組裝，更加天一台多多嘅接下來過後，也唔會厭悶農場工作嘅情形呢。用人的長處啦，把我們的角色扮好來了，剩餘呢盡量放手下去做。所以我嘛看真多呢個農民朋友天一台來接受嘅時候，感覺人像客話講咧，客了太閒啦，唔是客按閒啦，因為講像你個剩餘有剩餘幾個方式，幾個方式。不見得冇成功噶，所以講冇客氣。後生人都進來有自家嘅想法，睇一條台三線順後，而能認為推廣做新農教育嘅基地係難擺嘅路。現時已經同長期供應有機搶菜嘅台中市5星級飯店合作，來幫遊客做塵土土壤體驗。目前就是局限在這一塊我們生活的地方。好，勢必我們要做出一些改變。好，那食農教育我們是目前考慮下來是覺得比較適合我們這邊的，就是山谷的地形，有保留了自然的環境，比較適合人家來參觀導覽這樣子。我的想法是，就是說浪漫山城區啦，就是我現在有認識的人，對不對？由我這邊就是自己就是年輕人開始做一個結合，這樣子。因為你台三線的範圍真的太廣，但是這個是一個趨勢啊，我不得不這樣講啊，對不對？你一定要營造出一個在地的特色，唯有特色，你才能突破僵局啊。工作唔係浪漫的想象，後生人愛歸家鄉工作，韓國可能係歸生人的大逆天。因講大夫愛靠前兄弟，而能相信需要好好規劃兩兄弟嘅有機農場，如是地行下歸菜，做下歸酒。